要到哪里去啊？出去要到是要到水线小堡，还是要到到湖园？庙旁边呢就是中营五营的中营啊，中营也主要供奉太子爷公，东韩元帅太子爷公。灵武宫这边是五金错五星礼，心灵五行礼，行礼行礼。靠近队伍是先那个交代回到那个五间错，前方就是新德祠教养院，新德祠教养院。哦，你看北边，你看到北边就是那个绕境的队伍了。然后会绕到这边来了。要经过新的祠方教养院。这个祠。到五星灵武宫，那教养院这边。有线小堡通行证。神教整修了。神教整修了。好。欧阳整坤。
没东西还在那边。前方就是灵武宫了，天后灵武哦，鞭炮声响起。哦，蛮贵啊，那啥条呢？万只贵啊！如果简单来讲，要勇气，不容易啊。
耶！嘿嘿嘿，呵呵呵。边领舞边跳舞，边走边走一个月，边走一个月，好，很会红的，边走一个月，附近就是高速公路，鞭炮的响。拍死，哦，这样。不见了。哦，这样。
哦，不简单哦。嘿嘿嘿，哦，哦，好像好像。就是，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好赞哦！你真错的，啊，对，有点空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开始开始。OK 好。哦，我多。他决定造化新年。谢金啊，我忘了谢金。
仙台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华义公又在发烧。哦，要干嘛？去嘛要去地，要去下去了。哦，去嘛要去地下去了。去地下去呀。哦，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那个种兰花的吗？花。要往铁线桥了吗？可能要往铁线桥了，可能要往铁线桥，还是要往古尾里啊？到底是要往古尾里还是往铁线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等一下看那个方向，往左转啊，往铁线桥，铁线桥通济宫那边。转还是到姑爷里，姑爷里再先。哦，这新开的庙，新建的庙，灵武宫附近新建的庙。哎，往左转呢？神教正头队伍往左转呢，要到铁线桥，铁线桥通济宫那边有旧的妈祖庙。开车，开车。开车，开车。
开车往那个同济宫，铁线桥堡同济宫。现在开车要往铁线桥堡同济宫。现在往铁线桥堡同济宫前进。新的同济宫，新岭西部文史最丰富的地方，它是铁线桥的地方，铁线桥，旧的同济，新的同济宫。先上个厕所，哪里可以上厕所？在这附近可以上厕所。先上个厕所。